而家教大家點樣利用呢個 AI 工具，將別人嘅資料、產品資料導入自己網站嘅產品庫。點做呢？首先，開始教學之前，要知道自己網店用乜嘢平台，有冇產品導入功能。如果有，可以開始今日教學第一步。首先，揾到你想導入嘅網站產品資料來源。例如，我選擇咗呢個網站，把該網站嘅產品頁面連結複製，然後返到去 AI 工具呢度，將剛才複製嘅連結貼上，跟住輸入以下指令，分析呢個網站嘅所有系列產品，以 WooCommerce 格式匯出。記住，一定要強調 WooCommerce 格式，其他格式唔得，因為如果你嘅網站係用 WooCommerce 建置嘅，所以必須用 WooCommerce 專用嘅 CSV 匯出格式。AI 處理完成後，就會生成一個 CSV 檔案，點擊下載。下載完成後就得到呢個產品檔案。接下來點導入到自己嘅網站？步驟如下：登入你嘅 WordPress 後台，進入產品匯入，點擊選擇檔案，上傳剛才下載嘅 CSV 檔案，然後點繼續，系統會自動對應欄位，無需修改，直接點執行匯入。匯入完成之後，返到去產品管理後台查看，所有產品已經成功導入，包括描述、價格、分類、屬性等，全部都完整顯示，全部搞定。除咗產品圖片，